桃园有学校传出有霸凌的事件，昨有一个查甫同学动手拍有自女情的同学，画面放翕起来，佮铺伫网络顶头。学校是启动校安机制，双方的家长mau去学校协调。在桃园有高中传出霸凌的事件，一个查甫学生找到伫学校的停车坪，手提物件，甲一个戴着自女情的同学，为伊的尻川一直烧落，指出对方是痛甲哭咧涂骹。边仔咧看的学生用手机甲这个过程录起来，甚至传去咧网络顶，民众看了是感觉真唔甘，真心痛。很心痛啊，觉得这种状况不可以发生啊！不管是不是自顾症，都不应该霸凌，不应该因为自己家长的一些背景或怎么样去欺负别人啊。针对这个高中生霸凌的事件，教育部初步了解，这个案件是因为讲话有误会所致，细汉的学生甲册卷起来，甲姓江的学生拍。而且有同学录起来，把影片传去咧网络的群组，学校已经有做校安的通报，嘛请双方的家长来学校了解甲协调。类似传话，造成不解，对。可是我也是很气愤他有这个打人的行为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对的。其实是两个小孩子双方的误会，其实他们以前也是朋友啦。对啊。刚刚早上他们误会也解开了，请学校多留意学生互动的状况，学校的辅导室也会持续的关怀辅导学生。针对这个事件，教育部表示，学校已经有启动辅导甲管教的机制，分别甲双方做辅导甲管教的措施，必要的时阵会转介校辅会甲辅导咨询中心来协助甲处理。因为学校除了表示遗憾，嘛希望社会给因空间，用更较正面的方式来引导学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